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礼拜啦，就是五日节，俗语讲未食五日节粽，破球唔甘放。意思就是讲，也未五日节进前，也是有机会反冷反寒，特别是日时、暝时的温度拢会差较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破，读破啊破第三条。读破这是读白音，破有破坏的意。咱讲物件无注意，煞拍破。另外嘛有弄破、拆破、裂破，也佫有讲破、吹破。有一句话讲破柴含点毒，意思是讲做一件代志，含原来基础嘛拢破坏。另外，这个破嘛有挂开、切开的话语解说，像咱讲头毛破平。另外嘛有互人发现的意思，像讲的家规破去啊，也佫有徹底含義，像講看破、必消息，有人講是出破。這個文音讀做破，像咱講破散。另外開講有人講破刀，帶大家做伙來小解這兩個詞。頭一個讀做開破，意思就是講話，互人了解道理。第二個詞讀做看破骹手，意思是手路互人看出來，或者是看出一個人的真面目。咱用一句話來舉例，甲這兩個詞夾做伙。比如講，這個詐騙集團派來車手，老早就互人看破骹手，佮想要死鴨硬喙掰，步數互人看出，上尾警察甲伊開破，伊才會乖乖啊配合警察偵辦。今仔日小解這一日讀做破，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讀做破，提供予觀眾朋友來參考。